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You lead us, you guide us, you live right inside us. Holy Ghost, what a comfort you are.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We love you, adore you, we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we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
I bow down befor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Son of God, what a wonder you are. You've cleansed my soul from sin, sent the Holy Ghost within.
咱这时要来敬拜上帝，咱用心灵甲真实来敬拜咱的主。回经诗，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早起时，我要对你拜天，我的祈祷，望你领我。我要你的圣殿，照亮你的光的影子，我心中的心中的，我要跟你灵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好用静声。
看有在媳女要怀孕生囝，家伊号名叫以满丽丽。先知宣告上帝要找伊的独生囝，道成肉体来到世界，带予世间人救恩甲喜乐。当咱点到第3支蜡烛，也要向四周围的人宣告，救主降临的日子就伫要到啊！咱着将即个好消息分享予身边的人。三甲来吟圣诗172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起立吟全首。至尊的主宰，上帝是圣，咱伫做面前着点睛。恭敬，心肝着谦卑，承受真理，清藏了主着大的主笔，也好我全备，伊稳定无限，也好我。上帝是听，伊受所献价，替咱献性命，也主老保卫世咱的罪，团主的福音，干净咱着罪，一切。哈利路亚，全心奉献主名利拢无厌，全能的君王，上帝是你，咱着顺服伊的
人着经愿为他享受恩惠，圣道的名叫定应更欢喜，假性亲像你当我的惊喜。咱有缘听得用书读圣经告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时给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用信神、圣、搁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伫启用文22篇，诗篇103篇，启用文22篇。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赎你的性命，脱离死亡。用好物祝你的心愿，伊无照咱的罪过款待咱。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因为伊知咱的体质，论到人，伊的日子亲像草。经过风一个吹就无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恁遮有大权能的天使啊，听伊的声，听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各位，拢着学乐耶和华。三甲来祈祷，学乐主上帝，你创造天地甲地上的万物，海甲海中的万物，这一切拢是你保存的。献君也敬拜你。伫大港节。阮搁一遍纪念主耶稣到世间，上帝照你的旨意，有大欢喜的好消息，有一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学乐，就是主耶稣的出世。主耶稣道成肉体，徛起伫咱的中间，
有稳定甲真理满满，祝福互咱。逐个人活倒转，离开罪恶。主啊，阮伫听候主基督要搁再来的时，要时常思考，有真正倒转离开罪恶无？主耶稣出世的目的，是要阮认罪悔改，离开罪恶，活出合主旨意、性命更新的生活，见证主赐阮新生命的盼望。活倒转归伫主，有新生命的盼望，拄着试炼困苦，求主你真理的话伫阮心内，吞互伊甜，收互伊平，伊伫阮的心灵，互阮搁领受救恩。我要对主唱出和散那，俄勒主无煞。今仔礼拜牧师讲道的信息，上主无袂记得受苦的人，伫阮的一生中，有阮爱经过受苦的试炼，无闪避，勇敢面对。求主耶稣引带阮会离开弯巧的路，行伫正直的路。我要满心欢喜快乐，当心有备，看见主的拯救，听候主搁再来。我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求赐阮平安。阿门。生活对献诗起来欢喜快乐。
来恭读上帝话，伫以赛亚书40章第一节到11节，789面。以赛亚书40章，恁的上帝讲，恁着安慰我的百姓，着对耶路撒冷讲好话，搁报伊知。伊的交战已经尽，伊的罪过已经赦，伊为着伊一切的罪，对耶和华的手加倍受刑罚。有声叫讲，伫旷野备办耶和华的路，伫沙漠的地修平咱的上帝的大路。遮个山谷，拢要吞互伊甜；大细的山头，拢要掘互伊加。弯弯的要解互伊直，坎坷的要收互伊平。耶和华的阳光的确显现，凡若有血气的，拢要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嘴讲的，有声讲，恁着叫；伊讲，我着叫什么？既然有血气的，拢亲像草；伊的阳光拢亲像山里的花，草会焦，花会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伫伊的顶面。百姓真正是草，草会焦，花会谢，独独咱的上帝的话，的确永远伫地。报好消息互锡安的啊，你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啊，你着尽力出你的声，着出声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看恁的上帝，第10节，看主耶稣要亲像大官能的临到，伊的手的确为伊掌权。看伊的赏赐伫伊遐，伊的报答也伫伊的面前。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伊要用手。我羊仔囝抱伊伫行前，慢慢带遐个互羊仔树灵的衣裳。现在，我心恳求。现在，我心恳想来尊重，我心深在对你灵光，只想我的主。咱今日邀请台中大专中心蔡好梅牧师，要来讲道，甲咱分享上帝无袂记得受苦的人。弟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照咱总会的即个教会历的安排，今仔日是大港节的第2主日吼。不过我知影有教会因为要伫24日迄天做赞美礼拜，所以拢会提前来点蜡烛。今仔日本来要点第3期，敢若无失败吼，无要紧。
这后礼拜才来播啦吼。我想咱拢知影讲第二期垃圾的原来意思是用火解来听候基督再临，也呼吁咱的信徒来准备上主的路，也用这个表明家己信仰的这款的好行为做模样，互人因为咱的行为来刻无耶稣。我想这是第二主日的一寡的意义。今日我也要透过总会的主日的经文这个中间的这个以赛亚先知的第40章这段经文，甲咱兄弟姊妹做伙来分享上帝的话。伫讲道的进前，请咱做伙来祈祷。迄个上帝，愿你的圣神甲你的话语，这个时阵常时做工伫阮兄弟姊妹的心中。当阮咧读你的话的时阵，你话我的话就踮伫阮的心中，也借着你圣神所想事，互阮的迄款的理解，互阮通明白，这个话伫古早时对遐的犹太人所要讲，也伫今仔日犹原要对阮来讲话，也借着你圣神的帮助，互阮望明白。这个话语伫现在阮家己的处境有甚物款的意义？愿你来帮助、来带领，互阮伫这个讲道的过程的中间，无论所讲所听，拢是出自你的旨意，要互阮得到利益。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今日的经文有一个真明显的主题，迄个主题叫做安慰。先知伫这个所在来宣布上主安慰的话。伫第二节，伫迄个所在讲，犹太人所受的刑罚已经加倍受刑罚吼。当然无共款的翻译对这个加倍有的翻译做这个彻底受刑罚有的已经讲你的刑罚已经受认定吼。那亲像在讲一个关伫监狱的人。伊虽然因为所犯的罪来受到刑罚，伫迄个所在受苦，总是当伊完成伊的代价了后，迎接因的是即个饶赦，是接纳，是和解。大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讲，先知所宣告的即段的信息其实是伫即个犹太人头一遍受掠迄个日期差不多是主前597年、596年当中，头一遍受掠了后的45年以后的时间。当时的犹太人早就因为这个巴比伦帝国的殖民，已经四散伫当时世界真多的所在。对先知来讲，犹太人会失去因的国家的这个处罚，是因为因家己的罪。这个罪，咱若看第40章头前第1章到第39章，拢通看见。伫迄个所在，先知常常指责，讲因无施行公义，压迫遮个送乡的人，无照顾因中间的孤儿寡妇，反倒用欺骗来霸占因的产业。因无施行公义，却想要用即个宗教的仪式、宗教的行为来欺骗上主。因想要用即个限制来换取迄个上帝的赦免甲赏赐平安。另外，咱即个先知，咱知影以赛亚先知是一个伫王宫内面的即个先知，所以看到王失措时，就不断提出即个王提出对上帝所来遮的话。总是咱也一再看见即个王宁可相信。伊家己即款的政治的一个操作，政治的手腕，也毋愿意相信上主的即个主权甲应允，遮个罪拢总加起来，以到因灭无，上帝来审判。所以伫以赛亚即个第39章的最后，就是先知希西家王讲：伫你死以后，你的国家就要结束。当时就算讲因的国家已经结束，因已经流亡伫即个真侪所在。总是咱若看先知以西结第34章的记载，伊伫迄个所在讲，迄个
已经流亡到伫流亡到伫巴比伦的人，也是讲受到巴比伦的支派伫巴勒斯坦诚做即个犹太地诚做即个做官的人，还佫有伫遐犹太人中间好遐的人，伊毋若无伫即个受苦失去国家的中间来反省，无团结，无彼此帮赞来协助遐个送乡的无的，反正遮个人继续用因所有的关系来欺压因中间的送乡人。所以我想伫到先知伫即个所在，即个上帝借着先知来发出这安慰的话的进前，这个犹太人，尤其是遐个上界送乡、上界无势力的犹太人，早就已经经历着几十年的苦难。国家因为统治者甲遮个有阶级的人所犯的罪来遭受处罚，总是所有受苦上深的人，往往拢是遐个上低层的人民。咱会当想象伫久长的受苦的中间，因应该有一个疑问，迄个疑问就是因的苦难到当时上主敢已经弃杀因因是毋是已经互上帝袂记？我想当耶稣伊伫十字架顶面忍受迄个苦难，到伫上痛苦的时阵，耶稣也捌发出迄个声讲：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怎样弃杀我？我想受苦的人常常会感受到迄款的孤单，或许讲孤立无援，伊看袂到迄个苦难的结束，伊看袂到迄个未来，即款的痛苦实在是非常的折磨。今仔日即个主日除了是即个台港节的第二主日，其实12月初10，也是联合国所定即个世界人权日世界人权日，是要纪念伫1948年即天，联合国有颁布一个即个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伫即个宣言内面，望所有世界各国爱做伙努力来维护每一个人，伊正做一个人所应该得到的基本的权利。总是为1948年到现在60、70年的时间过去，这个人权的落实，伫真侪国家犹原遥遥无期。有战争，有种族的问题，有性别的问题，有阶级的问题，送乡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伫无同的国家，无同的人，有无同款的人伫受苦。咱若免讲真远，即几年咱记忆上深，就是即个乌俄战争。到伫今年10月，就是迄个加沙迄个所在，因为互相攻击，真侪人民受苦。当然，你若有关心遮个人权的议题，国际特色组织也是其他的即个人权团体台全会等等，其实咱伫因的网站的顶面，拢通看见真侪无共款的关心。而且中间，咱常常看见遮个受苦的人。我家己伫学生工作的中间，我也感觉到讲，即几年伫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爱陪伴遮个受苦的学生。当然，你若要讲甲遐个国际的苦难来比较，可能咱伫台湾的人所受的处境，无一定是遐尼的痛苦啦吼。当然，苦难无法度比较。对我的学生来讲，伫因的心灵、因的性命的内在，也确实常常有真多的痛苦。可能是受气杀的苦，可能是遐个无当互理解的苦，迄个孤单的苦，有的人心神破病来受苦，有的人捌分享伊自细汉到大汉，拢伫迄款霸凌的环境。有的人经历着迄款父母所带来的伤害，有的人伫即个读大学了后，
煞毋知怎样得即款的忧郁症等等。有诶也伫信仰的中间面临真大的惊吓。有一个记忆真深，捌有一个同学，雄有一工咧甲我问讲，咱会当来聊聊预定论啊。我讲即个物件，即马竟然有学生有兴趣啦吼，我来甲伊讨论。不过甲伊讨论了后，才知影讲，原来伊真正的问题，毋是预定论，毋是神学啦，其实是伊生命的内面所遭有的困境。结果伊所理解的即个信仰，若无真做一款的望安慰，所以对伊来讲是一个真恐怖的大审判。有时咱伫无义的中间，信仰也真做一款互人受苦的即个信仰。也捌伫即个聚会中间带同学来画即个咱可能拢捌，可能以前都有玩过吼。画迄个生命线吼，还是讲迄个用剃线吼，来画出你的生命的这个曲线安尼吼。你聚会了后，嘛有一两个同学来甲我讲其实因生命的中间，迄个曲线，因为因拢用平平啦吼。我问讲你若拢平平，其实因的生命内面有真侪代志，因想要袂记哩。总是迄个痛苦无法度袂记哩，嘛无法度得到真正的医治。那亲像变做一款隐隐作痛的即款的伤痕。伫陪伴的中间，有诶看见因的痛苦安尼，那亲像毋知当时才会结束。我心内嘛会问讲，上帝敢甲因袂记啊？我的学生嘛常常甲我问，我会个为虾米我会安尼？拢是今日的经文，甲咱做一个见证。上帝无袂记你受苦的人。伫经文的一开始，先知就讲，咱的上帝，我应该是讲咱的上帝，我的子民，吼，还是讲中文讲，恁的上帝，我的子民，用这个来宣告，上帝无袂记你伊的子民，上帝无弃杀伊甲伊的子民所立的约。当然，咱知影上帝是公义，也是慈悲怜悯、守约的上帝。虽然犹太人因为家己的罪受到上帝的审判，总是这个审判毋是为着上帝生气吼，要发泄怒气来审判。这个审判有一个真重要的目的，是期待这个受到教示的子民会当搁一遍返来到上帝的身边。不过有一个圣经学者提出一个真趣味的看法。伊讲伫旧约的内面，咱若看见上帝吼，若用即个当时的帝国吼做一寡审判的工具的时阵，常常发生即款失控的暴力啦吼。所以，互以色列人遭有几落倍的苦难。今仔日40章20讲啥？讲以色列人受到双倍的苦难吼。所以讲上帝讲用来安慰，其实即个安慰即字有真侪意思，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后悔。还是讲反悔，那亲像上帝也承认讲，伊透过巴比伦来做审判，这个审判伤重，超过伊原来的意思，所以伊后悔，伊即马要来安慰遐个受苦的人。上帝要爱先知来宣布伊安慰的话，上帝也呼召这伊的先知来参与伫伊安慰的行动的内面。不过，另外一位圣经学家伊安尼讲，伊讲即个经文的内面用几落个无共款的主词吼，伊有讲即个主词的内面有我们，有你们，有你，有阳性的名词，有阴性的名词吼，就是讲有我，有恁，有你有单数、复数有阳性的名词有即个男性的名词。也有女性的名词吼，尤其锡安甲以色列拢是女性的名词。所以伊认为讲，这段经文的内面，上帝毋若干那呼召先知一个人尔，伊也呼召全部的人，像是包括伫巴比伦的人，也呼召遐个住伫犹太地的人，甲上帝做伙来工作，互受苦的人来得到安慰。拄仔讲过，安慰的这个词的意思，除了安慰以外，有反悔，就是迄个思想改变，
迄个感觉来改变的意思。所以安慰百姓的即个宣告，是要互遐个久长伫苦难的中间失去盼望的人，会当因为有遮个安慰，来改变因的心思意念，搁一摆恢复迄个通盼望的气力。咱看见40章第2节到第9节，拢提到耶路撒冷，提到锡安。不过伫第2节到第9节有两个无同的形象。伫第2节，迄个耶路撒冷哪亲像是一个受苦的女性，伫迄个所在来听安慰的消息。那亲像即个形象是真侪学者拢认为讲，即段圣经节回应耶利米的哀歌第1章所表现的迄个受尽苦楚、无人来安慰的查某人、妇人人。以色列哪亲像着迄个妇人人，无人来安慰。总是现在上帝发出安慰的声，所以到第9节，这个受到安慰的女性，伊就站起来，到伫关山的所在，伫遐来宣布上帝安慰的福音，叫大家讲，恁着准备上帝的路，因为上帝要转来到伊徛起的所在。所以伫即款的经文的安排内面，咱也通看见，迄个宣告上帝安慰信息的人，原来嘛是受苦的人。所以当因受到安慰了后，因就通有迄个盼望，然后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徛起来参与伫上帝安慰人的工作的内面。迄个安慰到伫11节讲，上帝就哪亲像是一个温柔怜悯的牧者。即个牧者是好的牧者。伊感受到羊群的需要，伊养饲因，抱因伫怀中，哪亲像迄个即个牧者来顾遐个要生产的羊母共款。我想伫旧约的圣经的内面，牧者拢是即个社会的领袖的象征。一个好的牧者，伊会保护即个社会中间丧凶较容易受伤的人。一个好的牧者会互因受到公平的对待，袂互因受到压迫。当因受伤的时阵，伊会照顾因，互因生活伫迄个平安，是讲沙龙的中间。总是咱也伫即个旧约的中间也看见，若遮的牧者，上帝所呼召的牧者失去因的即款的失职失职的时阵，上帝要家己来请做遮的羊群的牧者。这就是这段经文所显明的安慰。今仔日的经文一再来保证也确认，咱百姓受苦的日子已经结束，上帝要来咯，伊要亲像牧者来顾羊群共款，来顾伊的百姓，顾遐个受苦的人。这是上帝亲嘴所讲的，伊的话无滴到空空。上帝的信息收约，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伊要用即款的恩典，遐个久长伫苦难中间的人讲，我无袂记你恁，我无气杀恁，我要来啦。所以上帝呼召伊的子民来宣布即个消息，宣布即个平安的日子要来。上帝讲起来喊话，毋免惊。有个人会感觉讲，我无通做啥物，我无气力，我毋知会当承接即个工作啊无。不过上帝讲毋免惊，大胆来话即个话，因为这是上帝亲嘴所讲，上帝的话无滴到空空。当然对咱基督徒来讲，上帝对即个世界的阻碍、信息、收约，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面彰显出来。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讲的好的牧者。咱所宣扬即个基督的福音，就是大牧者耶稣基督要过来，伊要带来公义、平安、安慰、医治，所有的人，特别是遐个受袂记哩的人，和遐个孤单的人，和遐个家己感觉受气杀的人。所以咱嘛都爱领受上帝的呼召，继续参与伫上帝听即个世界行动的内面，透过咱来参与上帝的工作，和遐个受关家、
失去家园、失去亲人、失去自由的人，对迄个惊吓、悲伤、迄个体弱、无安全感的中间，来得到望、欢喜、安全、照顾、关怀的保证。借着咱的服侍，即个世界讲，基督要来，即个安慰的话。几年前，捌看过一篇文章，伫迄个所在咧探讨讲，伫照顾社会中间，迄个受苦甲弱势的族群的责任是虾米人的责任？即个文章的作者是一个神学院的教授，所以伊对即个旧约圣经的即个中间来指出讲，旧约的圣经非常清楚指出，照顾遮个丧向弱势的人的责任是整个的社会，也是讲整个社群的即个责任。所以，即个香港的神学家龚立人教授，伊也伫同一篇文章讲，抬杠节要提醒咱一件代志，就是警醒陪伴的意义，毋是伫即个圣诞节期的中间，咱才来做一寡即个扶贫照顾丧向人的活动。即个警醒陪伴的意思是要求教会认捌一件代志，扶助软弱、救助困苦的人，是教会存在的使命之一。神学家潘霍华伊嘛捌安尼讲，伊讲只有教会是为着其他的人来存在的时阵，教会才是教会。所以我想，即个观点也悠然适用伫今仔日台湾的教会甲社会处境。当咱的教会咧讲咱宣扬福音，当咱的教会咧追求成长的时阵，咱是毋是有去注意到咱厝边、咱周围的人、咱身边的人，有遐个受苦的，有遐个弱势？咱去服侍遮的人，可能袂增加教会的人数，总是会当互因知影。因无互上帝袂记哩，借着咱的服侍，互因感受到上帝的安慰。2017年，我有一个真深的经验。伫迄当阵，东海中青团契每一年的暑假，因会拢做一个叫做东海巡回的即个活动吼。一开始是伊为着因团契的需要来募款。到后来，因就开始为着即个社会无共款的需要、无共款的团体来为因做募款。伫2017年的时阵，因来为着台北博爱秋衣教会的需要来募款吼。而且活动结束了后，秋衣教会牧师娘因为甲我是大学部神学院大学部的同学，伊甲我讲，其实伊真感动，因为其实。阮咧甲因联系的时阵，因的教会经济已经要无钱啊！伊讲伊要断炊啊，无想到接到即个电话，讲要来协助教会，要替教会来募款。透过东海的帮赞，互因度过一个真大的困难。我想透过即个东海的同学的行动，咱带来一个安慰的消息：上帝无袂记你。受苦的人，有一遍我甲一个学生吼，伊念书啦吼，我因为其实有的学生无一定会定定甲阮讲话吼，所以工作者拢爱注意念书啦，注意 IG 吼，看谁发了什么文，是毋是需要关心吼，拢会去顺一下安尼。有一遍看到一个学生伊写一个文章，真像敢若真艰苦啦吼，有一寡困扰。我想讲当然也无真非常熟所以我跟他按了一个赞啦吼，给他一个拥抱的贴图吼，佮无想到伊随回讯息啦吼，就开始甲我讲伊的困难啦，想要甲我讨论，会当看有一寡意见无？原来拄好迄当阵伊拄到一个真大的困难，总是无人通好讨论，无人通好讲。无想到我跟他一个按赞吼，都有机会来陪伴。我相信这是上帝的带领，因为我一遍来讲，上帝无袂记你受苦的人。当然，在我服侍经验的内面，这个大专生的故事，当然无一定拢适合来做分享。不过，伫这个陪伴的中间，
我一直体验着上帝无袂记你遮个受苦的人。虽然我做的有限，陪伴因、甲因讲话尔尔，为因祈祷，总是伫遮个服侍中间，或者个伫困境内面的同学，感受着有人有缘会记你因，有缘有人愿意听因讲话，有人能理解听因的苦。更较重要的是，透过遮个陪伴祈祷，把遮个同学带到上帝面前，互上帝亲身用伊的听来医治因心中的伤害。上帝无袂记你受苦的人，这是上帝互咱的安慰，这是上帝互咱的应允。拢是关心受苦的人，扶持软弱的人，援助困苦的人，互因知影上帝无袂记你因，是上帝呼召咱通为伊做见证的方式，也是教会存在真重要的使命。所以，愿上帝用伊的慈爱来安慰咱，也呼召咱诚侪安慰人的人，也帮助咱伫即个大港世纪的中间，帮助咱警醒、慈悲、听候主的再临。咱做伙来祈祷。上主，阮感谢你，因为经文对阮见证，你无袂记你受苦的人。那阮伫中间有人伫受苦的中间，当愿主你的圣神借着你的话带来你的安慰，总是也借着你的话语唤起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诚侪迄个安慰人的人。愿你帮助阮，毋是干那伫听这个话语，阮也通行动。愿你使用阮。参与伫你听人的行动的内面，参与伫你听世界的行动的内面，即个世界带来你的安慰，互所有受苦的人知影，你无袂记你因。我安尼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三甲来念圣诗213首，请看善良慈悲牧者，起立念全首。请坐，奉献书献何敏田执事、陈建筑执事。
请坐。要报告大声，咱先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今仔金句伫第3面，报好消息，互锡安的啊，你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啊，你着尽力出你的声，着出声，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看。恁的上帝，以赛亚书40章9节，咱做伙来念2遍。报好消息，互锡安的啊，你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啊，你着尽力出你的声，着出声，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看恁的上帝。以赛亚书40章9节，搁一遍。报好消息，互锡安的啊，你着上关山；报好消息，互耶路撒冷的啊，你着尽力出你的声，着出声，毋免惊。对犹大的城讲，看恁的上帝。以赛亚书40章9节。咱这边嘛有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事奉表。请咱家己得意。看第4面，本会消息。今仔日是大港节主日，鼓励兄弟伫你的厝诶布置圣诞，嘛做伙点大港节诶蜡烛。咱今日感谢台中大专中心蔡和恩伟牧师前来主领礼拜甲讲道，感谢神父。下主日是大港节第4主日，邀请杨德林牧师前来礼拜甲讲道，由青少年团契点烛。第3点。礼拜后有爱餐，感谢黄定科长老、洪亚珍校长准备，请饮来小组伫饭后收拾洗碗。第4点，今仔日爱餐线伫12点伫3楼会议室召开12月份定期中集会，请中集出席。第5点，财务部报告，2023年度的校要关校伫12月24，所以今年度所有的支出上万伫当日12月24的早时11点，爱提出申请甲核销。第6点，咱今年的圣诞节的布置，大家拢有看到，有新设计的圣诞树看板，兄弟到办公室摕圣诞贺卡，将你的祈祷、感言、心声写伫卡片顶面，然后布置伫圣诞树。第7点，2024年的月历今仔开始发送，要避免一个家庭重复领2份，所以每一户领取的时阵爱去办公室登记。这月历放伫1楼的公布栏的头前。第8点，圣诞糕有要买圣诞糕的。请到办公室登记交费，到今日截止。第9点，10月13，就是即礼拜3的祈祷会，
邀请5万小组出席参加。第10点，10月31日，伫礼拜中举行团契新任会长、队长就任式，请准备心。11点，各单位、各团契伫10月17进前，将后一季、明年后一季的服侍人员的履历表甲聚会表、团契聚会表交行政干事。12点，行政干事就是即礼拜20月12请特收假。咱看第5面，团契小组的消息。团契小组消息，青少年团契今仔日的聚会，伫11点20分伫5楼，主题就是聚会甲撞球。第2点，少年团契的聚会今仔日餐后11点40，蔡梦云副会长主理上帝的处方签。10月15参加商联部台中华商联部的感恩礼拜，当时有敬老甲庆婚啦，咱教会有张泽夫、林秋云因结婚55周年，王明英长老甲谢丽珍老师结婚50周年感谢主，恭喜！10月27有少年团契伫早时11点半，语言法院酒店的年末聚餐。第3点半兄弟团契，今仔日尾暗6点伫崇德路的串烧烤屋召开年会改选年终的主餐。第4点，室外读经，10月14礼拜4暗时有聚会，主日落的，甲社青团契，是后礼拜聚会，请咱家己看。咱看第6面，咱全教会庆祝活动有2大点伫拜六，就是10月23、5点，伫地下室有举办圣诞节全教会餐会，是用办桌的方式。有座位的每一人爱报名200块，关怀小组报名，10月17截止。小组长爱自将这个名单交予办公室迄个行政干事含咧统计人数。第2点，10月23，就是咱咧餐会进前的2点到4点，教会举办探访家庭甲报佳音的圣诞活动，欢迎兄姐提供家庭去报名参加。10月17截止。咱的即个关怀协会消息，咱家己看。具体关怀等下祈祷的时阵，再来看，才会具体关怀事项。今仔日有庆生会名单伫咱即边的下面遮今仔日12月份的寿车有30名啦，真济30名咱这名单，请咱家己注意。第7面有顶礼拜的访问报告咱家己看，若有误顶的，请向财政部长反映。这以上的报告，今仔日毋知有新人无？新人我遮无新人的名单，有新人的新来的兄弟请起立，互咱熟悉。无。
若无伊先无咱即时吼来庆生啦吼，来庆生，请咱寿星起立，寿星起立吼。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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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快乐。各位老妹去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各位寿星还未摕到礼物，各有两个洪章医师有摕到，来，咱真欢喜吼，咱的会友有即个有30个吼，若要照30个比例吼，咱爱坐甲360个，咱的出席爱360个，12嘛乘以30安尼啊，爱有望啊，有这个信心，互咱教会吼会兴旺，爱祈祷。咱即马来这个遗体大祷啦吼，遗体大祷为着有几项的代志吼。第一项就是陈伟群科调高师啦，工业设计第二点为身体欠安尼病痛的兄弟祈祷。第三点为了聘福祈祷才有几项我来带咱兄弟来祈祷。感谢主。伟群同学伊考到研究所，求主使伊有智慧、气力，面对新的学习阶段，将所学习人物的知识，做有功效使用，也知敬畏上帝是智慧甲知识的根本。今仔日有30位兄弟庆生，伫庆祝的时，愿因为因为耶稣的出世，主耶稣住伫因的心内，有恩典甲真理满满，祝福互因。为身体欠安的兄弟，受灵长老、玉秀姐祈祷。主，你是因的保护，也是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主互因得到快乐，病痛中经历你的医治，领受主的慈爱怜悯。已经进入年底12月，教会团契圣歌队主日学。各部门拢安排明年的时间，求主使因有智慧、气力，做时间有功效，学习体贴、温柔、疼心，见证主的救恩、福音的真理。进入新的一年，伫超找牧师的代志，求主互阮有新的机会，愿兄弟也时常同心祈祷，求主有备适合的牧者，甲阮中间。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来行平安礼。
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心心来听你。咱来吟上咏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的命运在主臂，天地上帝手术大好，也难知。为了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主臂，天地上帝手术大好，听人亲像惊伊，听人。请咱犹原徛地，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